在那车上噻。上面14岁。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哈，那么多人。哎。生命体征好不？啊，生命体征那些都比较平稳的哈，都是那个病人哈。你们主要是怕腹腔内出血是嘛？到时候手术来不及是吧？是的。哦，要得，好的。好，还有那个有呕吐啊一次嘛。哦。晓得是叫啥子名字不？晓得。啊？痛。脑壳痛啊？啊。肚儿痛啊？哪儿痛？对。那边痛是不？嗯。好。好，准备转运嘛，准备。好。哎，先把这个脱下来。好生注意点喽哈。轻一点，动作一定要轻一点。要抬起哦哈。哎，好，抬起，耶。来接一下。好。等一下哈，来，好，慢点，1、2、3，放。哎，好。你们的船在那边是吗？你自己不要紧张啊，有啥子要跟我们说，听到没有？我们现在马上给你转到那个三峡中心医院去哈。没得问题啊。就得活。小问题，但是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。你放心吧。这些做啥子？这梨子啊，滚下来讲。哦。那个梨子树有好高哦？3米多。3米多呀？把太阳给它遮下。转运当天，重庆万州气温高达40度，最基础的搬台对医护人员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。马上。好，1、2、3，抓。出气好处噻。还可以，就是有点痛，真的。有点痛是吧？好的。你们给我媳妇儿说一下哟。要得，给你说。走。现在一路上来，还没起来。好。让小哥把水给挂起。好的。把奖品给他上去。好的。出气，看到不？看生命体征哈。嘴巴里面没东西噻。好，气道是没哽住的。出气。呼吸是对称的。现在血压看怎么样？现在那个病人呢有2个不确定因素，一个是他有一个头皮裂伤，最怕就是有可能他会有一个颅内的出血，还有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啊，就是肝包膜下有血肿，只是彩超怀疑，但是这个肝包膜血肿呢，一旦破裂出血，将会有生命危险。肝包膜下有点小很少，但是很少，不多。行了，可以还可以哈，只是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点，其他地方都没啥子问题。查一下。我们还要好好的弄的。给医院给急诊科打个电话，说我们的病人还有4分钟就到了，让他做好准备。好的。没得事哈。你那个屋头的事情呢，都不用管了，先把病给养好，是不是嘛？养好了嘛，才有那个噻，才有力气再起组合儿啊那些噻。屋头的人呢，屋头娃儿呢？娃儿呢，婆婆下。媳妇儿呢？媳妇儿在外头打牌。有点不舒服不？脚个痛啊？肚子还痛不？你有哪儿不舒服给我们说哈，不晕船噻？不晕。他是家里面的主要劳动力，一旦他有个啥子问题的话，讲这个家庭就要毁了。所以我们内心呢，还是希望他啥子事情都没得健健康康的、安安全